以今天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讲，南港站的话，大概是5点多之后就会有客满的班次，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座位。那因为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3号都是全车对号座，那还是有很多座位可以使用，所以欢迎大家来搭乘。我们今天开始是那个5·11的劳动节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高铁自从4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全部所有车站都已经设有这个医疗级的红外线的感应量测仪。那就是确保所有旅客的这个体温不会超过37.5度。那车站平常呢，现在都是2小时呢清洁消毒一次，所以旅客所使用的这些设备，像比如说售票窗口柜台啦，或者是自动售票机，那电扶梯的扶手，还有电梯的按钮等等，我们都会在2小时用酒精擦拭一次。那所以一整天下来，大概车站会做8到9次的一个消毒的一个作业。那在整个营业结束之后，夜间呢，我们也会用浓度1000 ppm 的消毒那个漂白水做以上这些设备的一个再度的一个清洁，这样子1天之后的消毒工作才算是完成。最辛苦的就是现在为了防疫，我们就是每2个小时就要做防疫的工作，比如说扶手梯、电梯、椅子、闸门，还有服务台，还有售票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就等等。我们不定时的在这车站里面一直在巡视，如果有一点的污点，我们就把它擦拭。我们就是保持这里地上的干净以及清洁。那我们防疫期间没遇到什么有遇到旅客有比较肯定的状况还是怎么样吗？我们在这里就是在防疫的期间，我们很频繁的在擦拭酒精，有的旅客就轻轻的告诉我们说辛苦了，一句很温暖的话，让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对自己肯定了我们自己。那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些旅客就会说，这里的清洁真的做得不错，比饭店还要干净。各位旅客您好，4月29武汉肺炎台湾0确诊，台湾高铁向全台防疫团队致敬，并感谢旅客配合各项防疫措施。台湾高铁与您共同守护大家的健